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今日文文又有好嘢介紹俾大家。今日帶大家嚟到嘅係黃大仙站。點解文文要推匯明？因為佢近九龍市中心。仲有我哋睇呢個單位，除咗特色單位連天台之外，唔好睇小佢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仲有呢度係特高樓底㗎，睇下。呢一個係特色單位連天台，實用面積356尺兩房嘅單位，樓底夠高，空間感都差好遠啊！房間裏面採光度十足，觀景都算幾開揚。噔噔，好近嘅咋，行過去幾分鐘。Hello， 頭先講完特高樓底有咩好處，文文話你聽。過嚟，呢一個就係裝修嘅示範單位。我哋好簡單咁，就一個樓梯連閣樓，下低可以擺張梳化，擺個電視，上面睇完就可以上去瞓覺加豬啦。你話着唔着數，抵唔抵呢？留言話俾我聽啦。拜拜。